歡迎收看客家網絡學院2月1日新聞。第60屆樂隊運動會3月1號喺屏東縣美圃鄉樂隊紀念公園鬧熱開幕。這個比賽有必要樂隊一甲子美圃陽光出輝煌做主題，上來8000人殺對樂隊各鄉鎮來嘅運動人員同熱情嘅民眾參加。行政院院長周永泰、客委會主委顧秀惠、屏東縣長朱春美同樂隊沈美香、體組等人下注親臨會場，俾選手加油鼓勵。周院長未鼓勵大家跳下來傳承客家忠義精神。顧主委表示，感謝美圃鄉主辦100個運動會，300年前我們嘅祖先來到這片土地，用盡生命、盡敬意嘅精神建立樂隊。雖然經過時代變化，無再個嚴厲開天打壓到，不過樂隊人一路以來團結打拼，這種精神就展現喺樂隊運動會。樂隊運動會今年已經係第60屆，未係台灣本土舉辦延續千久嘅運動會。當年運動會係各鄉鎮，包括前隊、後隊、左隊、右隊、中隊、先鋒隊等等來辦。在運動比賽團結客家肢體，除咗鍛鍊身體以外，未同傳承百年嘅客家精神發揚光大。以上係客家網絡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要教大家今本日嘅2月1日就是比賽，當多人參加100個比賽，當多人參加100個比賽，唔好為忙啊，下200爭來了。